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樓市頭條，我係主播曲豪。炸裂，一夜之間樓市大震盪，庫存激增，但買樓人全部走晒，唔通房屋會變成砸冧我哋嘅最後一條稻草？喺而家嘅經濟大環境當中，樓市嘅一舉一動都牽動住無數人嘅心。一夜之間，樓市好似經歷咗一場巨震，令到每一個關注佢嘅人都覺得心驚肉跳。我哋不禁要思考，房屋究竟會唔會成為砸冧我哋嘅最後一條稻草？國家統計局啱啱公布嘅數據，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喺樓市呢個本來就波濤洶湧嘅海洋入邊激起咗千層浪。4月份新樓待售面積高達7.8億平方米，呢個數字意味住啲乜嘢呢？等我哋嚟回顧一下上一輪2016年去庫存嘅時候，嗰陣時最高峰嘅新樓待售面積亦都只不過7.4億平方米。而家房屋比嗰陣時都仲要多，但買樓嘅人呢，一早已經唔係當年嘅境況。而家嘅樓市表面睇嚟風平浪靜，各大城市嘅街道依然車水馬龍，售樓處亦都間中有人行出行入，但實際上地底下邊一早已經裂開18碌，就好似一場大地震喺平靜嘅表象下隱藏咗巨大嘅危機。我先嚟同大家計下條數，7.8億平方米嘅新樓庫存究竟係啲乜嘢概念？試諗下，將成個北京城嘅3環之內都鋪滿晒房屋，差唔多就係呢個量級。而且咁都仲未計埋嗰啲已經攞地但仲未開工嘅項目，或者話正喺度建設緊嘅期房。如果將呢啲都計埋入去，咁庫存量簡直就係一個天文數字，令人觸目驚心。再睇返二手樓市場，全國各大城市嘅掛牌量都喺度飆升。就攞成都呢種新一線城市嚟講，二手樓掛牌量已經超過咗20萬套。喺一啲小區甚至出現咗10層樓9層賣嘅情況。行入呢啲小區，隨處可見張貼嘅賣樓廣告，就好似成個小區都喺度急於拋售房產。曾經熱鬧嘅社區，而家亦都因為大量業主賣樓而顯得有啲冷清。有人可能會問啦，點解發展商仲喺度搏晒命咁起樓嘅呢？呢入邊其實收埋咗個死循環。發展商攞地係為咗維持現金流，因為只有攞到地先至可以同銀行貸款，先至可以令到公司嘅資金鏈運轉起身。而起樓係為咗還銀行貸款，將啲屋賣咗出去，資金回籠，先至可以償還貸款。但而家嘅問題係房屋賣唔出，資金鏈就斷咗，於是發展商唯有繼續攞地起樓，用新債嚟填舊債，咁就好似吸毒上癮咁樣，越吸就越離唔開，最後唯有等住崩盤。每一次攞地，每一次開工，都好似係喺懸崖邊邊走鋼絲，稍有不慎就會萬劫不復。而家嘅樓市最詭異嘅地方在於，核心城市同3、4線城市完全係兩個世界。就攞成都嚟講，今年嘅土拍市場簡直瘋狂，主城區地塊日價率喐親就超過100%，郊區都可以跑到60%。譬如新都區嘅一塊地，喺此樓面價6100蚊每平方米，最後拍到7300蚊每平方米，日價率19.7%。咁又係點解呢？因為成都人口持續流入，產業升級帶嚟嘅購買力支撐咗市場信心，大量嘅年輕人湧入成都，尋找就業機會同發展空間。佢哋有買樓嘅需求，亦都有一定嘅購買力。同時，成都嘅產業亦都喺度不斷升級，新興產業蓬勃發展，吸引咗更多嘅企業同人才，進一步推動咗樓市嘅需求。再嚟睇下北京核心區嘅二手樓，譬如德勝學區，60平方米嘅老破小可以賣到去880萬，而且3日就可以成交。呢啲老破小雖然房屋破舊，但因為地處學區，擁有優質嘅教育資源，所以備受家長嘅青睞。為咗等孩子可以去一個好學校，家長不惜花費重金購買學區房。而郊區呢，房山區嘅房屋掛牌1年都賣唔出，價格比市區低一半仲要多。郊區缺乏優質嘅教育、醫療、就業資源，人口外流嚴重，房屋自然就成咗辣手芋頭。呢種分化嘅本質係資源嘅集中。核心城市有優質嘅教育、醫療、就業資源，有錢佬願意一窩蜂咁逼入去。佢哋希望孩子可以接受更好嘅教育，屋企人可以享受更好嘅醫療條件，自己可以有更多嘅就業機會同發展空間。而3、4線城市啦，人口外流、產業空心化，房屋自然就無人問津。咁就好似一場馬太效應，強者越強，弱者越弱。呢2年嘅政策都出咗唔少，
降首期、降利率、公積金貸款額度提升，可以諗到嘅招數全部都用上咗，但效果又係點樣嘅呢？數據顯示，1到4月份新樓銷售面積同比下降2.8%，銷售額下降3.2%。呢個就喺舊年基數已經腰斬嘅情況之下，更加諷刺嘅係政策越寬鬆，買樓人就越猶豫。而家嘅買樓人就好似驚弓之鳥，買咗驚跌，唔買又驚佢升。點解會咁樣嘅呢？因為大家對未來冇信心，經濟增速放緩，企業裁員嘅消息不斷傳來，好多人嘅收入變得唔穩定。喺呢種情況之下，邊個夠膽輕易孭住啲房貸啊？一旦失咗業或者收入減少嘅話，房貸就會成為沉重嘅負擔，甚至可能導致家庭清盤。再加上房企爆雷、爛尾樓頻現，買樓人對期房嘅信任度降到咗冰點。曾經期房因為價格相對較平，受到好多買樓人嘅青睞，但而家大家擔心使咗錢但攞唔到房屋，或者攞到嘅係質量有問題嘅房屋，所以對期房避之不及。而家嘅樓市就好似一場囚徒困境，大家都喺度觀望，都係喺度等人哋先行動，結果就係市場越嚟越冷清。發展商而家亦都唔好過，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0.3%，降幅仲喺度擴大。但係核心城市嘅土炮就異常火熱，呢個背後係發展商嘅無奈之舉。中小發展商冇錢攞地，唯有退出市場；大發展商為咗維持市場份額，唯有喺核心城市高價搶地，咁就導致核心城市嘅地價越嚟越高，樓價越嚟越貴，而3、4線城市嘅庫存越嚟越大。對於大發展商嚟講，雖然明知喺核心城市高價攞地風險好大，但如果唔攞地嘅話，就會被市場淘汰，失去市場份額。而對於中小發展商嚟講，資金實力有限，根本就冇辦法同大發展商競爭，唯有無奈退出。對於買樓人嚟講，而家係一個兩難嘅選擇，買核心城市嘅房屋價格貴到離晒譜，而且仲要擔心政策變動。政策就好似一把雙刃劍，隨時都有可能會影響樓價。一旦政策收緊，樓價可能會下跌，買樓人就會面臨資產縮水嘅風險。買3、4線城市嘅房屋又驚衰咗喺手。3、4線城市嘅房屋由於缺乏人口同產業嘅支撐，未來樓價上升嘅空間好細，甚至仲有可能會下跌。更加攞命嘅係新樓同二手樓正喺度 PK 緊，新樓通過取消公攤、增加贈送面積嚟吸引買家，二手樓就唯有降價促銷。呢種博弈嘅結果就係樓價越走越低，市場越嚟越亂。買樓人喺咁樣嘅市場環境之下，就好似喺迷霧當中行走，唔知道應該走去邊邊。而家嘅樓市就好似一部剎車失靈嘅火車咁，正喺度衝向懸崖。短期之內，政策刺激可能會令到市場出現短暫回暖，譬如政府出台一啲買樓補貼政策，或者話降低貸款利率，可能會吸引一部分買樓人入場，令到市場交易量有所上升。但長期嚟睇，供需關係嘅根本變化無法逆轉，人口老齡化、城鎮化放緩、買樓觀念轉變，呢啲都係樓市嘅慢性毒藥。隨住人口老齡化嘅加劇，老年人嘅買樓需求會逐步減少，而城鎮化放緩意味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嘅速度會變慢，城市嘅人口增長亦都會放緩，買樓需求亦都會相應減少。同時，買樓觀念亦都喺度發生轉變。越嚟越多嘅人唔再將房屋作為唯一嘅投資同居住選擇，佢哋更加注重生活嘅品質同自由，可能會選擇租房或者購買小戶型嘅房屋。不過危機當中亦都隱藏住機會，核心城市嘅優質資產依然稀缺，尤其係嗰啲有學區、地鐵、商業配套嘅房屋。呢啲房屋由於地理位置優越，配套設施完善，具有好強嘅抗跌性，就算市場整體下跌，呢啲房屋嘅價格亦都會相對穩定，甚至有可能會上升。而3、4線城市嘅房屋可能會好似日本嘅郊區房產咁樣，慢慢淪為負資產。喺日本嘅經濟泡沫破裂之後，好多郊區嘅房產價格大幅下跌，甚至成為咗無人問津嘅鬼屋。3、4線城市嘅房屋由於缺乏人口同產業嘅支撐，未來亦都有可能會面臨類似嘅命運。對於買樓人嚟講，而家需要嘅係理性同埋耐心，唔好俾政策老點咗，亦都唔好俾發展商套路咗，買自己真正需要嘅房屋。
喺買樓之前，要充分考慮自己嘅經濟實力、買樓需求同埋未來嘅發展規劃，唔好盲目跟風，亦都唔好俾發展商嘅宣傳所迷惑。要實地考察樓盤，了解周邊嘅配套設施同環境，選擇適合自己嘅房屋。最後，樓市嘅冬天仲未過去，春天亦都唔會好快就到來。喺呢場結構性地震當中，有人會倒下，有人會崛起。嗰啲資金實力雄厚、經營穩健嘅發展商，可能會喺市場調整當中揸住機會，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；而嗰啲盲目擴張、資金鏈緊張嘅發展商，可能會被市場淘汰。對於買樓人嚟講，要謹慎對待買樓呢件事，守實自己嘅荷包，唔好俾房屋成為責任我哋嘅最後一條稻草。喺呢個充滿住不確定性嘅樓市入邊，我哋要保持清醒嘅頭腦，理性咁作出決策，先至可以喺呢個複雜嘅經濟環境當中保護好自己嘅利益。今期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不見不散。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點個讚、關注、訂閱支持我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